那我们上一次呢讲到就是第60页的第一行，那今天呢就是从60页的第二大段呢，那开始解释。那这边呢就讲到说，附带阐明于略视视线前的建立之中，如错乱世俗之比与比度生，意念及希求代义视线前之说。主张有7种视线前，亦即有6种分别视线前，以及1种无分别视线前，而适量论将前述7种视线前归纳为4种而阐释。那这边呢，就是在我们前面呢讲述完线前之后呢，那这边呢就是附带稍微来讲释一下什么叫做视线前呢？那视线前呢，就像这边讲的，就是视线前呢，它又分别就是它又分为2种，那一种呢就是分别的视线前，那一种呢，另外一种就是属于无分别的视线前。那什么叫做视线前呢？视线前最主要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它对于自境呢，自己的显现境呢是错乱的这一点。那什么叫做说对于自己的显现境是错乱的呢？就是自己显现境所显现的呢和真实情况不符顺的这种状况呢，然后叫做视线前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错乱的意思。所谓的错乱呢，就是于自境错乱的意思，于自显现境错乱叫做错乱。那所以呢，这边就讲到说呢，这里所谓的视线前呢是什么意思呢？视线前就是于自显现境错乱的缘故。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，之前呢我们在讲述线前的时候呢，线前它最主要的条件呢就是离分别且无错乱。所以只要是线前的话呢，它就一定不可能会是分别之。那同样呢会讲到说无错乱。那无错乱呢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只要是线前，它最主要无错乱是什么呢？就是于自显见境，就是对于自己的显见境呢没有错乱的这一点。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，于自显见境错乱的意思呢，就是你的显现境所显现的呢和真实情况不符顺的这一种呢，叫做于自显现境错乱，也就是讲到说错乱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就讲到说呢，如果说对于自境呢自己的显现境没有错乱的话呢，那也就是线前，也就是我们讲的正线前，就是正确的这种线前。那提到说于自显现境错乱的呢，就是这里所讲到的呢视线前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，视线前呢和错乱之这2者呢是同义的。那所以呢，这边在讲述视线前的时候呢，最主要就是提到说，像刚刚讲的，它与自显见境是错乱的，所以就是如同呢是错乱式一般。那之前我们也讲到说，错乱式呢，就是它与自显见境呢有一些不同的错乱的方式。那这边呢就提到说，这里所讲的视线前呢，最主要呢就是出自于就是释量论里面。那或者说呢，在这边所讲的就是结论所说的这一种就是错乱的方式。那我们刚才讲述就是视线前或者说讲说错乱之的时候呢，就是有提到说像是略视或者说呢就是总摄等等的，就是分为3种不同的方式呢来解释来解释视线前。那我们在讲到呢，就是视线前的时候呢，刚刚提到说，第一就是分为3种。那第一种呢，就是讲说略视，就是略视呢，视线前。那在讲说略视视线前的时候呢，就讲到说4种不同的视线前。那4种不同的视线前里面呢，前面3种呢是属于分别的视线前，那最后一个呢是属于就是无分别的视线前。那属于分别的视线前里面呢，第一个呢就提到说，就是能够意念起生的这一种分别，能够意念生的这种分别，那这是第一个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对于说，于他意，然后呢升起了于他意升起错乱的这种分别。于他意升起错乱的这种分别。那第3个呢，就是对于说，与隐蔽分异所升起的分别。第3个是与隐蔽分异所升起的分别。那第4个呢，它并没有特别的名词，就是叫做无分别的视线前，就是
第四个，前面三者是属于分别的视线前，那第四个无分别的视线前呢，它没有特别的名词，就是直接叫做无分别的视线前。那我们刚刚讲到呢，就是在讲述就是视线前的呢，然后分为三种。那第一个呢是略视，那略视里面呢就讲述了4种的视线前。那第二个呢就是广说，那广说呢分为7种线前。那广说所说的7种，那刚刚所讲的略视的4种线前呢，最主要是在释量论里面呢有提到。那广说的7种视线前呢，就是我们这里呢所讲到的，就是提到说错乱世俗之比与比度生，意念及希求，代意视线前。那这边的7种呢，就提到说前面6种呢，它也是属于分别的视线前。那最后一个呢，是属于无分别的视线前。那前面的6种分别视线前呢，那就是第一个呢叫做错乱的分别，第一个视线前呢是错乱分别。那第二个视线前呢是属于世俗分别，第二个是世俗分别。那第三个呢是比与比度生的，第一个比呢是比度分别，第一个比是比度分别，那第二个比度生呢就是比度所生的分别，比度所生的分别。那这边已经4个了。那接下来意念及希求呢？那所谓的意念呢，就是只要说过去意念过去的这种分别，那以及希求呢？希求是指到希求未来的分别，因为我们知道说过去呢已经过去，有过去的事情我们才能够意念，并不会说意念现在，所以意念呢是指说意念过去的分别，那以及呢就是希求未来，就还会发生希求未来的分别。那这6种呢是属于就是分别的视线前。那最后一个呢代意视线前呢，就是属于无分别的视线前。那今天呢，因为人们有一些事情要处理呢，所以我们就今天呢先讲到这边。